教宗方濟各離世後2日告別佢居住咗12年嘅寓所。羅馬聖教會總司庫主持咗移靈儀式，教宗嘅靈柩喺樞機同其他伙伴組織嘅巡行隊伍陪同下離開咗聖馬爾大之家。靈柩穿越聖伯多祿廣場，數以千計嘅人喺嗰度等候，希望喺佢生前度過嘅一啲最重要時刻嘅場景見佢最後一面。喺莊嚴嘅氣氛中，教宗靈柩最後一次進入聖伯多祿大殿。簡短嘅儀式後，教廷官員、樞機們以及梵蒂岡嘅職員逐一向教宗致敬，向佢最後告別。